喂，你夠膽就再啤一下，你夠膽就望多我一眼，即刻將你變做石頭。冇錯，今次嘅主角就係一頭都係蛇嘅女妖美杜莎。佢曾經可以話係古希臘神話之中四大美人之一，而佢一生最大嘅願望就係追隨雅典娜做佢手下嘅女祭司，仲希望有一日可以同雅典娜睇齊咁話喎。之前都講過啦，雅典娜呢係提倡不婚嘅女神，所以佢嘅手下都要永葆貞潔㗎。無奈美杜莎嘅美貌實在太吸引啦，引咗海神波塞冬出嚟。海神波塞冬就係宇宙渣男宙斯嘅細佬，都有翻咁上下㗎。波塞冬施展佢嘅魔法，搞掂咗美杜莎，而最慘個過程俾雅典娜撞破咗啊！所以雅典娜一怒之下就一嘢將美杜莎變咗我哋而家見到呢一個一頭都係蛇嘅女妖啦。跟住仲要俾帕爾修斯斬咗個頭啊！帕爾修斯就因為為民除害，去除咗呢一個女妖，變咗做大英雄。而可憐嘅美杜莎，佢個頭就放咗喺雅典娜嘅盾牌上面啦，變成咗雅典娜嘅專用盾牌。淨係睇個樣，人人都驚嘅女妖，其實係悲劇之中嘅女主角啊！不過起碼最後佢都如願以償，可以效力於雅典娜。